今次帶大家嚟到巴厘島倉谷，體驗超受歡迎嘅聲音療法。呢間 Udara Bali Yoga Detox Spa 離倉谷市區先15分鐘車程。呢度最特別嘅係音療會喺穹頂水晶洞穴入邊進行，令到聲音更有穿透力。喺音療開始之前，大家會先上2樓整一條手鏈，之後就上3樓聽導師簡介音療課程嘅流程。順便可以欣賞埋一望無際嘅印度洋，超舒服。聽完介紹會飲一杯可可，不過個人覺得味道麻麻。入到水晶洞穴開始音療，放鬆到我直接瞓着咗，仲被工作人員拍醒咗幾次添。成個課程足足150分鐘，收費係印尼盾42.5萬，折算返港幣大概200蚊，性價比幾高。想放鬆身心嘅朋友，不妨過嚟試下啦〜